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常識科單元4就係叫做食物。我哋而家會去認識一下，學習重點1：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。穀物類食物齊齊學，穀物類食物齊探索，齊齊認識穀物類，穀物類吃最多才是對。同學仔要留意啦，喺健康飲食金字塔裏邊，我哋每天係需要進食4至6碗穀物類。而家我哋就去認識一下穀物類嘅食物。穀物類食物包括通粉，獨有形態要識分。穀物類食物包括飯，珍惜每粒米飯人稱讚。穀物類食物包括麵包，一啖啖品嚐每個麵包。穀物類食物包括麵，長長幼幼清晰看見。穀物類嘅食物例子係有好多，其中就包括通粉、飯、麵同埋麵包等等。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，齊齊做得到。